等我話你知，全城熱爆嘅 Sora 2今次又出咗新功能啦除咗開放咗 Android 版本之外，佢哋加咗個超強嘅角色客串嘅 Character Cameos 嘅新功能。呢個功能最勁嘅地方係你可以 upload 你隻寵物嘅短片或者係你公司嘅吉祥物嘅片段上去，然後自己喺同一條片入邊同放咗上去嘅 character 大玩 crossover。你可以同你隻毛孩啦，甚至係你嘅虛擬公仔啦，一齊喺影片入邊跳舞啊、探險啊，甚至互相鬥嘴啦，打幾個字就搞掂啦，就可以生成出極度逼真而且多角色互動嘅影片，啱晒想同自己嘅寵物啊、公仔一齊出鏡，但係又唔想花時間學複雜 AI 技理，想知道香港點先玩到啦？留言啦 ，Sora， 我即刻送你一份香港安裝教學。呢幾年我兜兜轉轉都做過幾樣嘢嘅，今年年頭我上咗文恩晴老師嘅 AI 課程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之後呢，我就開始不斷研究唔同嘅 AI 嘅應用啦，同埋工具。近排文恩晴老師成立嘅香港 AI 培訓學院呢，嚟緊我都會開班教 AI，咁希望可以幫更多人將 AI 應用喺自己嘅生活同埋工作入邊嘅。我哋學院定期晚上都會搞 AI 講座啦，有興趣了解多啲啦，可以睇下低條連結，話唔定可以俾你自己多一啲嘅選擇同方向。呢條片係全 AI 生成，無論養聲都係 AI 整出嚟嘅。遲啲再拍翻條 Reel 咧，教大家點玩。